今仔日初二天气要小可凉冷，不过气象署表示，为初三开始温度就会豆豆回升，各地拢会是侪云好天的天气。若要行春也是赏花，会当把握好天出门行踏。樱花开甲满满时，侪民众咧含樱花翕相。逐年的1月份至3月份是樱花开的季节。 民众表示，趁过年休困，把握好天出来行行咧，欣赏樱花。也有民众讲，伊逐年拢会来看，今年的樱花开了真水。阮伫德北来，来这看樱花盛开，所以呢，非常的心情非常的愉快，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来欣赏这个大自然之美。每年都会来，今年比较早开啊，现在比较很美，就是在上个礼拜最美。 初二透早凉冷，气象署表示，续落来到开工进前，拢会是侪云好天的天气较济。因为初三开始，冷气团减弱，各地拢会回温。若东半部地区是正方面，所以部分地区会有雨。而到明天，各地温度都会逐渐的回升，可以看到全台各地大致上高温都有机会回到20度以上。而从初四到下周一，温度是逐日的回升，尤其到 初五、周六到周日，各地的高温都在24度以上。甚至到周末，其实整个西半部高温有机会到25到28，甚至到30度。气象署提醒，虽然冷气团减弱，温度回升，但是早暗的温差也是真大。北部甲南部的温度嘛有差。过年期间南来北往，有要北部、南部来往的民众，爱注意温差的变化。记者陈心彤、曾春佑台北新北报道。